声我无要听，无爱地伊去行。我情若行风中，无爱徛去街中。伊要的声我无爱听，爱要自家去行。无啥这样的白夜这伊行字，经过做真见狂野，爱要坐我伫遐，坐着我嫌要死，要我精神失去，伊就可能将我来卖，叫我毋免失败。无这就是耶稣，做我救主保护，留伊保卫洗我有话，叫我脱离死罪，赞我转脚步，带我来行正路，带我保我过入羊条，用伫羊翅尾夜。我情离开幽谷，辜负无这大运，我哪爱听无这的声，欢喜条来徛。我情虽然不好，做我风中去走，哪爱顺叹听我天父应点天父的家。大家平安，今仔日咱要来读《尼希米记》第2章的11到20节。咱大家来分享这个经文，咱拢会当得到祝福。我到耶路撒冷伫遐3日，我透眠起来，有几个人甲我相夹，总是我的上帝感动我的心，所要为耶路撒冷做的。我并无甲人讲，除我徛的精神以外，也无别者精神甲我去。我透眠对山谷门出去，到龙井的头前，也到粪扫门，观察耶路撒冷的城墙，看见城墙拆毁，城门互火烧去。我搁进前去到水泉的门甲王的池，总是伫遐无一位通互我徛的精神过去。第15节，对安尼，我透眠沿溪上去，观察城墙，搁越过身对山谷门的门入去，才倒来。遐个官长毋知我去倒位做啥物代志，我也未甲犹大的百姓、祭司、贵族、官长，甲其有的做工的人讲。后来我甲因讲，咱所拄着的患难，耶路撒冷怎样拍荒，城门合火烧，恁拢看见。来呀，咱搁去耶路撒冷的城墙，免得咱搁受凌辱。我甲因讲，我的上帝的手怎样帮助我，甲王对我讲啥物话，因讲，咱起来起做，对安尼，因奋勇做一个好的工，总是好伦人参巴拉，甲做罗卜的加文人多比亚，甲亚拉伯人基先听价，就起笑阮，看轻阮，讲：恁所做的是啥物？要背叛王吗？第20节，我应因讲：天顶的上帝要互阮兴起，阮做伊的奴仆的，要起来起做，
总是恁伫耶路撒冷无份、无权、无名字以上。尼希米到耶路撒冷的时阵，看见遐拢是破坏的城，城墙倒去，城门也火烧，百姓的心嘛亲像这个城同款，真实际、真软弱。毋过有一点真特别，就是伊到遐，伊并无马上去做代志，嘛无足紧急的去发命令要处理这个问题。圣经讲伊有停3工，我感觉这是足有意思的。咱做基督徒，人生有时阵拄着困难，拄着破口，咱的第一个反应拢是赶紧处理，想办法解决。毋过上帝有时阵反倒叫咱先停咧，先安静，先安静咱的心，先听伊要甲咱讲啥物。尼希米停3工，就亲像咱的心情，伫个杂乱的时阵，先喘一口气，先甲上帝讲。过无几工，尼希米就暗时起来，带几个会当信任的人去看这个城墙的状况，嘛无甲人讨论，嘛无甲所有人讲伊的计划，因为上帝放伫伊心内的负担，伊爱先祈祷，先思考，先寻求上帝的要爱做的。这是咱生命的一个行。有时阵上帝要予咱负担，也有感动，有方向。莫伫第一摆就讲互别人听，有诶代志需要伫咧祈祷内底慢慢去运作。上帝要先整理咱诶心，等时机到，伊自然会开路。尼希米去看这个长去诶城墙，看到大乌诶城门，这拢是真疼诶画面。毋过伊无逃避，伊选择面对。我感觉这句话是咱讲的现实，就是生命拢有破口，有可能是家庭、感情、身心甲服侍，也是咱甲上帝中的关系。有时咱毋敢看，毋敢面对。毋过真正的中间是对诚实去面对开始的。上帝无要互咱惊吓，伊是要甲咱医治，要甲咱带领。过来，尼希米叫百姓做伙，诚实讲出耶路撒冷的情形，呼召众人讲，起来起坐，莫阁受到即款的侮辱。伊嘛讲啊，众人听，上帝帮赞伊，王嘛支持伊。百姓听起来才讲，好，咱起来起坐吧。因为即句话，遮的人拢振作起来，因的手坚强起来。这段经文互咱看见一件代志，上帝的工，拢毋是一个人完成的。上帝会兴起一个人来起头，嘛会安排一群人甘愿来配合，同心合意的人来替伊的旨意做工。讲到这，我想讲要问大家，伫咱的生命内底，敢有啥物代志是上帝要甲咱中建的？后来敌对的人看到咱要重建这个城墙，就开始笑咱、诽谤咱。其实咱拢知，每一摆重新过来，就爱顺服上帝。阻碍一定会来，有的话会对外面来，有的话会为心内出来。你敢有够好？你以前敢无失败？你安尼敢无落后？毋过尼希米无烦恼这个声音。伊讲过一句坚定的话，就是天理的上帝会互咱顺势，咱是伊的奴仆，咱要起来建造。我感觉这句话足有力的，嘛是真安慰人的一句。因为重点是，这是上帝要做的代志，咱只是甘愿互伊用。所以我要用几个问题来，请大家来思考：咱的生活内底，敢有啥物是破碎的？敢有啥物是上帝要提醒咱来重建的？咱愿意像尼希米安尼先祈祷，先听上帝的声吗？就亲像我愿意像尼希米讲的，天理的上帝一定互咱顺利、顺时。
咱踏出第一步，愿上帝帮助咱，互咱无看见破碎，是看伫上帝要定见的愿望。愿伊坚固大家，互咱有力量、有平安，起来建造伊要咱建造的部分。以上。